这一阵子呢，学别，学着碰到人家上班了，学不得来学语，当就是多，电脑了呢，这些名字少还是什么这些人，当不得了，我做名字可能也是那速步，我让这速步车上了身体是我身体，速步了身体，然后考上过了了厕所，头是了厕所，这里去上了从头发，但这里眯了，你眼睛。你的眼睛太大了，看上去没看不起来都眼睛，那个开上老车送了，那个了开上鼻子了说，你听卡啥的了，看了我的是呢，口口水了，可就用不到啥的了，口水是呢，可就，就当给嘴巴写的，看了嘴巴样子，你说了看的了我的是呢牙。我的牙很痛，你说起来哪度是吧？这个牙痛是呢，说那我牙膏是呢，说明了的过来说明了，牙是呢，说了的过来说，喇叭了手，你的手很长啊，经常给喇叭人不起来都，你的手大啊，经常给喇叭牵不起来都，我在这了的手，刚把了脚，你的脚很臭啊。常给刚把了吃么起来都，我的嘞，臭是那吃么说的，是不？脚是我刚把了脚，当然这样，找啥子了？找吧，喊找吧，粗用我啥的，找吧了，走是那找啊。我的朋友他走了，你出个红找死。妈妈他们都走了，俺们老婆是苍嘛找死。我的走啥的走是那找啊。他去用我了，来，我的朋友他们都来了，你吵不过是苍嘛里来了，你来了吗？叫他用呗呗，啥的来啥的去用吧，走是那怕走啊。当然就看了烧啊的了，看了我的是呢，吃饭了，看了啥说的，吃了没有早饭？学些稍微一点是吃了没有早饭是呢？吃是呢？你3月同大的吃了没有早饭？学些稍微一点，我的，通啊啥的了？通啊好像通药了，我喝啤酒，买啤酒比他通过意思。我喝啤酒是呢，比他通过意思。我不喝啤酒，我喝水油茶，买啤酒通过你，比他通过你，客家通过意思呢。我这路了，我不喝啤酒，我喝水油茶。打气是呢，两个气吧是不？做啥子的做两个气吧。干工作做是吧？我这两个气啥的，我的气啥子做两个气。我在做作业时了，我总是吃油啥的了，我的。干嘛点我的了，还是我的什么点啥的做，然后呢再去不来，再去不去，坐下是吧？知道吗？坐凳子，过边干了对，坐床上，你体干了对，是吧？我的在做啥的嘛，点位什么的。他到啊，然后就没给到啊，对了，看电视，认真的意思在看电视，我的认真的。我在看电视是呢，认真的意思。干嘛你哇？睡，我睡着了，你晓得，你晓得，我睡着了是你晓得是，我的，他睡着了，看你晓得的啥叫做，你裤擦一下的，你别裤擦一下噻了，睡着了是那的你裤，我们睡吧，我的捏着啥的我的睡是呢，你别躺大睡。